全发原基物质，也就是 PFAS， 伊是一种化学污染物，因为唔惊水、唔惊油，常常用伫咧纺织品、食品包装、佮化妆品等等。不过 PFAS 有致癌的风险，若走入去咱啉的水内底，可能会危害健康。所以环境部打算要修法，甲 PFAS 列入去管制，预估自2017年7月开始施行。PFAS 全氟烷基物质已经离国际公约禁限用，因为有抗污染、防破水、耐烧、耐磨的优点，所以应用伫鼎、消防坡、佮半导体等等。不过，有致癌的风险会出现伫饮用水佮土粉啊。环境部决定加强管理，针对饮用水水质标准进行修法，甲 PFAS 强制纳管。规划是112年7月1号实施。日本的几个邻近国情相同的国家，或者是竞争国，其实他们的标准呢，我们也算是相对严格，也可以说是最严格，而且他们也还没法制化。会在环境部举行修法研商会议，这届是拍算要定出饮用水的浓度限制，其中全氟辛酸锭上大的限制是10公升0.00005 mg。而正式实施进前，自来水、事业等相关单位嘛要定期来检测，超标嘛要提出管理的计划。专家是肯定修法的方向，应该是值得肯定的。我们饮用水这边定了的话，源头这个反而是我们会比较在意的啦。地下水的管制标准也应该要赶快订定哈，尤其我们看到科学园区的地下水，这个 PFAS 都很高。专家指出 ，PFAS 主要是为军事基地、工厂产品等所在来，希望说下来当针对源头来管理。环境部回应，目前国内无生产但有使用，针对工厂有相关的放漏水的标准。国内为105年已经检测全国降水量90%降水系统的饮用水水质，大部分是比10公升、10耐克更较细，但有2.8%是超过草案的管制值。记者林俊平、姚组台北报道。